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，今日得一集，呢一期嘅最後一集。碰一對份牌，仲要入2張先有呼叫。我都要碰，打咩好啊？打8索，求個對子叫胡。OK， 咁入咗打3萬啦，唔打8索叫胡，猶豫就會錯，即刻佔我，咁我叫6、9索啦。降西降爆唔到，其實打錯咗，其實一般呢份牌走漸魔就比較艱難再食糊。已經開始連摸3隻番薯啦，一隻西，一隻中，一隻東。搓搓隻手先。唔轉啦，懶得轉。仲係番薯，未見過，唔打啦，單調筆啊。反正都唔一定係我胡噶啦。哦，嚇死我，以為係真係自摸先，點知唔係。哇！單調成功，揀啱咗，好爽啊！拜拜。